保护三宗，保护三宗，出经，三宗像你知无？三宗是Django No， 唐三藏，原来你有几个？东三宗。低高粱，你高粱，喂，我摆个喝一行嘞，你高粱，彭佳佳，对啊，冯佳佳那是孝顺啊。抛假用双脚爱台湾，你是法国人。我是无势力伫法国淘汰的台湾人。无昔日投胎伫法国的台湾人，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洪恰恰。一直休嘞。感谢大家，非常大家欣赏咱全台湾上气质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，咱上有水准的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。大家好，总是有一天吼，台语会变做国际语言，这是我个人的感想。因为咱公共电视台一定我到全世界来奉上咱的节目。是。和全世界不但不是华人以外，连外国人嘛会当做伙来讲台语。现场要来介绍咱语文的专家，咱丁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咱的节目好内容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固定学员爱注意哈，爱注意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真侪这个文面个，咱的囡仔来看到，咱觉得哎，阿多啊，是安怎么叫阿多啊？应该就是讲偏啊多多。所以个阿多啊，所以今仔日有这个阿多啊朋友来。听讲因两位拢会晓讲台语的哈，安尼好，咱就先用台语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纪雷米，台语叫做纪粒米，因为我上爱吃台湾的米啊。我来台湾13档，我嘛是公共电视的主持人。你叫讲讲戏，我台语，公视台语台的主持人。恭喜大家！对。你讲戏台语台。我的节目叫做《无数坐巴书》。我听我水在你。我是什么？我主持的节目叫做《无数坐巴书》，公司台语台的拜五10点，暗时10点，你敢有听有？有啦，听有啦。拜五暗时10点。拜五暗时10点。公司台语台无数坐巴书。好，感谢你。跳舞就老。这我真正有写册，拢是中文的。我更三代主有台湾的一册，这是我伫台湾的故事啊，这送互你。南法抛假用双脚爱台湾，你是法国人。我是无势力伫法国淘汰的台湾人。这个我听。无昔日投胎伫法国的台湾人。你算嘛算人做归宗就对了。好啊，你是抛假，你是抛什么？对啊，我是运动选手啦，马拉松选手啦。马拉松台语。对啊，马拉松都是马拉松。台语啊。台语都是马拉松。你别冤家就是我奇怪。唔知。我拿这个主持人呀，脾气不好啦。我讲生笑啦。我嘛讲生笑呀，我哪会敢要你整着？就是讲马拉松老师，即马台湾话叫马拉松。对啊，你上长的记录走偌长？100公里啊。100公里啊？没有，70公里都是绕台湾一年啊，都是70公里啊。我讲用走的。对，拢讲三代子啊，25公里呢三代子。你甲三代子派咧用走的走一年，你骗鬼咧袂食水。这无人做过啦，一盖头好啦，一盖头好。这唔通哦，这个体力有法度付啊，才迄落。啊，你娶某未？
有，你带台湾的吗？我无来啊，嘿啊，你我水某啦，嘿，哇，你阿讲水母啊，水这台湾的啊，对啦，浙江的台湾人，正讲的吼，你安怎个拍的？拍，唔是，你唔是甲拍的，是伊甲你拍的。袂啦，好凶啊，好凶拍，好凶袂啦，条某嘴巴好贵啦，哦，唔是惊伊啦，是尊重伊。你真正讲台湾，我唔是惊你，我是尊重你的主，伊足厉害，伊功夫真好。吼，那隔壁先互你介绍者。这是阮朋友啊，乌人，嘿。乌先生啊，你都讲乌汉无礼貌，啊，你怎么甲你？乌先生啊，这嘛是为偶像，偶像的台语安怎讲？偶像啊，偶像，真正真好笑啦，就是非常好笑的人啊！伊当跳舞，伊卖当食槟榔，食槟榔好笑，食槟榔安怎好笑？对啊，你网络上诶有迄个影片啊，迄个影片，影片真好笑，真正够好笑。哦，伊算少好笑对。对。好，你家己介绍一下来，用台语自我介绍一下来。你好，我叫布莱丁，不来顶。我老母是台湾人，哟，啊我老妈是美国人。安尼啊，我是正港的台湾乌人。对啦，台湾乌人。互你看一个台湾乌人的厉害。哦，我想讲你要倒头栽落来咧，什么？金一支手，金酒。哇！哦，等，哎，小等，你继续吼，爷，啱来了。我旁边我真滚呢。我唔是要叫你做迄落来，我惊唔是你惊啥，我是讲。我咧惊，我无阿波也敢去啊！你帮我报也敢去？你嘛是看会鬼哦！你来啊！我无讲要创啥，你怎么你来？是啊，准备冲我是讲你做甲野起来无？什么你？野起来！我是妈祖，你要野过？唔是啦，你刚好坐咧，你卡只片安尼。好啊！你敢袂看你？哪个啊？你过去要我？我这套真好。啱好歹看，好歹想看。爱停落来哦。好来。哎！我不可能！啊！我来！边个救护车？哦，两个都。救人啊！哇！卖想想。天啊！啊，你讲你拢迄个用迄个好笑的影片吼，是偌好笑？好笑。好笑是啥物？你看两个安尼演吼，有偌好笑？好笑！哎安尼嘛。啥好笑？啊别问你啦。阿妹懵。有偌好笑？啥好笑？到最后好笑，看卖，看一下伊影片偌好笑来。你看我歹去呀！你把这狗屎看无笑，你是要安怎？我惊，我无来顶过去。恁爸食庆丰蛋梨。我是。等一下，你嘛食台湾本人？真好食呀，弟呀！我做你的靠山，我做困难都唔惊，明里流汗无算声。我做你的靠山，你的高中我台湾本人，低调伫咧戏边卡，吃久伊嘛会晓吹喇叭。哇！你学台湾话拢为迄个敢若骂人的开始有无？你讲咧，大每一个语言都讲是安尼啦。哎，老师，今仔变怎哈？真够啊！啊，只是讲来台湾会当加一寡好的俗语啦。像讲交朋友吼，人交的拢是关公老毕，啊，啥你交拢是拿刀得刺，安尼就唔好。哦，哎，听无啊？你讲的伤深啦。你听有无？老师都
我听无。听无啊？你敢听？听无不可能嘛。安尼我请教，你来台湾学第一句台语是啥物？台语，世界上上水的台语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我甲你讲台语，无你讲我爱你的，足少的。台湾人避暑。哦。台湾人查囡仔都未讲我爱你。爱安怎讲？我爱你。我爱你。迄是真嘛啦，较早。我是足我假。有一个，我听过阮阿公对阮阿嬷讲，讲啊。我甲你藏的落心。哎呦！无得你甲查囡仔讲出来，我实在是足介意。就介意。哦，我实在是足介意。你讲第一句学这我无啥会相信，因为一般学着拢迄款吼。五个字啊，还是三个字拢？最开始是讲我爱你，啊，即马已经结婚5年，即马是讲好啦，莫搁啰嗦啦。袂翁老婆做一句，你不要紧啦，就变一家伙变亲人啊，你不要紧啦。看所以翁老婆感情好啦，因为普通某若对来录影吼，某若对来拢是要领钱的啦。弄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来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是啥物？是我阿嬷叫你丢狗啊，你丢高，你丢狗。我问这句我是要送我去加税。你讲你丢狗。你阿妈讲的是真的啦，你真正丢你狗。是做啥物代志？互恁阿嬷咧讲？对啊，就因为我很调皮。哦，就真的啦，就真的啦，做白目的啦，就热的啦，做热的。哎，阿妈这你死囡你丢狗哟！你保护山庄去取经，保护山庄去取经，爱靠孙悟空啊，所以丢狗啊。丢狗啦。所以阮做老师骂人不带脏话。啊，你是保护山庄去取经哦，其实是要讲安啦，你丢狗啊。狗唔知呢？山洪去取经。听有无？保护山庄去取经，山庄啥你知无？山庄是jungle。 No。唐三藏。长山上是啥物？我知。东山东是啥？你知？我知。那是什么？唐三藏，《西游记》。西游记嘛。对。西游记内底有几个？东山庄。低高粱。低高粱。喂，我买个好厉害嘞，低高粱。彭佳佳。对啦，彭佳佳跟许孝顺啊。许孝。对啦，够许孝顺。都真的。那个高喂，虾米？我要甲你变安，真正真好笑啊，对不对？你知无啦？你知无啦？东山东边的土地你知无啦？伊拄仔讲伫啥物？五巷。猪八戒伫嘿，第八届。哎，只狗咧。孙悟空。台语。你叫什么名？伊叫条狗。孙悟空。嘿，啊，有一个。有一个较歹读，较少人咧读。我真久无看啦，真久无看到伊啊！你甲伊朋友呀？没有，我这拿回问哪四个啦？叫什么名啊？刷五精。三五精啦，悟空悟精嘛，好了解啊吼。好，东山东边有啥物人？刷毛精。刷孙悟空。地高粱。第虾米？第八改。你安尼会记啊嘿？今仔要处理老师？讲到迄个。两个人做笑亏，啊！咱台语有一个语词吼，叫咩？社团咧叫激五人。哦，五人。嘿吼，这两个做个激五人。哦。咱之前食画饼的五人那种，就算哦，你出头足济啦，激五人。来。哦，你这个人真五人，你这个人真个变个真五人。五人捌听过？五人到底要哪写？真五人，敢会是咱这食画饼内底包的迄种物件叫做五仁呢？写出来就知影哦。大家用牛刀叫我来写这么简单的字。无，我唔知说两字啊。真正是这两字吗？真的啊。这是
这是种鸭呢？对啊，毋过吉五仁就是讲这个吉笑亏，因为咱咧鸭是啊包足侪项嘛。对，五仁啊，算因这你看，还要唱歌，还要连地歌亮啊嘛，唱下侪安尼。这男参战足侪物件，伊拢我变出头安尼啦。哦，我变出头五仁，你两位小记者吼，伊讲你这真五仁，就是出头真济啦。拄则还无算，拄则算讲话开讲尔嘛。台湾上出名的物件，比如讲，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我讲王健林，要开始啊，魏立新哦，来加卡落起来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我讲臭豆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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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臭豆腐现在叫做臭豆腐，因为做臭啊，臭毛毛，啊，就最简单的嘛。就是安尼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我讲智慧鬼，哎，真系搞笑哎！我说台湾之光莫大亏，我讲气西玉玲珑啊，感谢啦！哎呦，大人，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我讲林经理，哎呀，水讲了好认真。来，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我讲半导体，刚是安尼念。这但是这绝对有问题。这新的词啦。你想要讲迄个物件，就是讲台湾真这手手机内底手机内底全世界有名。嘿，对。半导体嘛。对，半导体。但是这个物件是现代名词，老师。我半导体。哎呦，半导体。人这新的艺术啦，硬啊，人自细汉厝里拢咧讲台语的呢。呀。你毋通看人无点啦。人看了无点。是我意思是讲，我就讲半导体，这有成立无啦？有啦，迄种地方的迄新的。地方哦，就亲像微波炉里面讲。哎呦。微波炉啊，啊就是微波炉啊，农业时代哪有微波炉？啊，即摆有咱嘛爱接受啊，对啊。随着时代变化了吼，语言就是安尼啦，新的技术一直产生，毋过旧的语言就无去啊。哦，但是旧的咱那个保存得掉。对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我讲阿里山。哦。台语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，台语就是阿里山。你也要教我这样，我说台湾之光啊，阿里山，哎，同款啊，同款。阿里山，有时阵咧读山，有时阵读山哦。哦，袂当讲，我去阿里山买山，对不对？袂当讲我去阿里山，我去阿里山买山，袂当讲安尼。哎，你怎么咧教教呢？我去阿里山买山。哎呦，你有够厉害啦吼！那假啊？真的啊，有够好假啦。规支山甲买落来。系啊，规支阿里山你甲买落来。啊娘的，你赚有够济啊！国税局敢无查你的问题？啊，无代志啦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槟榔，不知蛇丝。我有咧食槟榔。槟榔西施因讲是台湾的特产，咱讲正经。哦，以后看到槟榔西施爱行咧，知唔知？知。知的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我讲当机架倒头啊。喂，水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我讲歌戏。所以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我讲樱花高温龟。樱花高金皮。高金鱼。高金迄个印第银票顶悬的鱼嘛。嘿，对。这问题来啊。这是大燕族吼，泰雅族，因有号名，甲这个因为当时这种时间山林较有啦，迄叫文曼，因的泰雅族发现是文曼。啊，尾咱去观察到伊身躯吼，有几啊条痕。啊，身躯吼，差不多20-30粒，一点一点安尼吼。啊，你看咱的文曼，啊，这边咱甲变做有纹，啊，佮有啥斑点，所以咱台语甲翻做纹斑。哦，斑点，雕纹，安尼纹斑，纹斑，啊那台语是文曼，迄无共音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我讲文斑，嘿，搞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，我讲高山啊，高山啊，啥物件？高山啊，搞啊，来碰哥表演一个来。哦，就信哦。就是本啊！你拄啊比我说高山啊，你就比我。高山啊。高山啊。
高山啊，袂使高山啊，啊，高山啊，高山啊，我讲财山的高山啊，啊，财山，高雄财山，高山啊，高山啊，就好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，并变球，变变球，因为台湾很吵。乒乓球不是一个艺术啦，无啊，乒乓球不是一个艺术。不是，伊是要讲变变叫啦，变下叫，足差呢。老练啊，嘿啦，老练，哦，老咧亚妈做啦，亚妈做还老咧，哎，棍啊，你知影亚妈做无？我亚妈做捌听过无？我阿嬷毋是你阿妈做，毋是啦，你若讲甲关公咧，毋是，毋是。有一阵新名叫妈祖婆，捌听过无？妈祖，我听。毋捌，节目录煞我才带你来拜拜，吼，还是你先来拜阮祖先一下。我你即摆看你倒手柄，就是妈祖婆坐对，你啊。就祖先啊，拜拜。头毛本来就气歪，无差啦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！我讲三太子，对，你三太子你莫甲袂记啊吼！三太子是台湾文化宗教文化，佢要代表人不记啊！哎，我说台湾之光啊！往来说，往来说袂歹哦。我说台湾之光啊！碰恰恰，哎，这条回答到上好啦！大地行啊来，哎，哦，你安尼，大家安尼好晒红包啊，好你，对不对？还你记得啦？细红包，细红包，用细，唔是细红包，细红包。细红包，啊，搁一条路，搁一条路，搁一条路吼！我说台湾之光啊！台湾金陵金。哦，伊要讲迄栋大楼啦，迄所有的观光客来，拢爱去台北，有踮遮坐去看迄栋大楼。认真讲，对，台语爱甲小可甲处理者。101大楼，哎，台湾101大楼。哎，像今年这数字咱读文音嘛，像讲今年是2019，啊，你也读白音嘛，变2019，听起来足奇怪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2019，咱听起来较适拍，嘿。101，我说台湾之光啊！101水，我说台湾之光啊！我讲人西，水，我说台湾之光啊！我讲脚踏车，脚踏车好，脚踏车是直接翻过来，脚踏车其实真侪讲法啦吼，有孔明车，踢马，哎呦，什么？伊也会呢，铁马，哇，唔对，对，哦，铁马，台湾过来赛高，脚踏车，脚踏车，自行车，自行车是直接翻呢，较早毋是叫做自行车，自专车啦，自专车，还有别种的无？空明车，对，空明车对，为咩个叫空明车？因为孔明当初时伊有发明迄种迄叫啥？用茶做的，毋过会行咯。哦，迄个叫什么木马？哦，木牛流马，嘿，木牛嘛，迄是当然是孔明发明的。啊，尾这形改作形，咱共款啊，两个链会走安尼。你讲了好。伊个下课休息的时阵，有一位同学呢，是按美国交换学生来台湾的，叫做小布。伊就准备咧跳舞，互大家看。跳这什么舞呢？就是伫咧鸡仔顶会跳的舞，叫做鸡舞。我是小布。对袂，毋过咧跳到一半，雄雄吼，伊巴肚就安尼摸咧，就像个足疼足痛苦的模样，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，咱家己看落去。我是小布。你是安怎？救人啊！哈？救黑人啦！反正下面老板哎，要叫老师来。小布吼，一昨暗
吃一个过期真贵的便当啦！下过期的便当，你找你爸麻烦啦！莫怪你巴肚嗲啦，盖中啊！哇，紧甲伊跟去这个员工中心，好不好？对对对。我查某囡仔呢，班长。安怎？亲爱的爷爷，嘿，对，班长，安怎？研究，敢有比你该用啊？你讲。喂，哎，你上用尔，你上用啦，班长你还知我上用啦？紧啊，紧啊！哦，来啊，来去健康中心哦，你看要等啦。哦，你出发啦，等啊，出发啊！上课上课啊！哎，老师好。站起来，好好起来，站起来，啊，肚子都起啊！起来。老师好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阿姐，是。你来看串串。拄假，走一百个。已经找刘德华。对啦。迄个今仔咱要上数学课吼，因为你我想困。安尼，点一个？哎，这走倒。哎，老师，不好意思啦，这个学人啊，拄只伊巴肚嗲啦，人无爽快啦，所以啊，这个爷爷啊，该伊跟去健康中心，有困一你讲好啦。是安尼啊，小宝吼，伊就是讲顶礼拜吧，还是2礼拜前啊，要一个便当，无食了，就想讲昨就想讲省钱，莫搁买新的啊，甲迄个摕，甲伊搁摕出来搁食一盖，头拄仔就巴肚疼。无啦，主任，我就是安尼讲啊，你听无？是啦，毋是啦，有啦，班长头拄有讲啊。你拄有讲？啊，我拄有讲啊。你拄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啊。无你搁讲一遍。迄个黑人，拄只巴肚嗲，哦，嗲甲要死啦，人无爽快，所以咧。爷爷，现在就是水当当的爷爷，一家黑人去一个健康中心，去要困一下。安尼，唔是用讲的啦，班长你敢听有？讲，有啊，我听有啦。你叫我班长哈？我班长。你是咧外头？班长的边仔的老师啦。你敢听有？有啦，我以后你这意思我了解，我小整理者，意思讲这个这学同学呢去食到迄个便当伊食无了，放伫冰箱内底，冰过来讲安尼欠，佮摕出来食，食一个煞不肚疼，你家伊带去健康中心，毋是用光的，用光的哪落害啊咧？对，这代志哪样呢？迄个物件放遮久，哪会食一啦？伊常拢安尼啦，我一直甲伊讲袂当食歹去的物件，毋过伊拢毋听，因为伊想要升级啊。你讲好啦。伊讲吼，伊定定甲小宝讲，莫搁去食迄过期的物件，迄叫过期，毋是过期的物件啊。听起来像火鸡，过期的物件，伊拢无要听啊。我听无你讲啥？过期吼，过期就是腰过头的，这叫做过期。过期甲过期差一音差真济。过期，嘿，过期爱点过期吼，像你大家算真牛啦，吼，安尼完全会当了解啊啦。哎呦，哪有人安尼讲什么物件呢？过遮久啊，搁咧食，这真正是吼，哎呀，牙低头白心肝。够第一句小句哦，准备落去。咱来检一个。你起创啊？伊要讲话啦。一个黑人啊。你拄仔都无起来啊？好，站起来。唔免啦，我说问下检一个啦。老师，不好意思啦，拄只一个黑人啊，伊人无爽快，巴肚嗲。你讲。小宝啊，伊就是讲，就讲进前迄便当吼，买一个吼，就过期足久的啦，想讲省钱啦，家摕出来家食好了，巴肚疼啦。这过期物件哪会使食啦？对啦。我巴肚嘛足嗲啦，我嘛要去。你都无起，你才过期物件就袂使食嘛。我拢安尼甲你讲啊。你讲好啦，你讲。伊讲伊拢甲小宝讲，莫安尼学白食，巴肚会疼。对啦，迄就袂使安尼嘛。迄过期的物件，迄国食根本是低头唔顾过本机。哎，家己拍一拍来，来，
迄个健康中心要转啊？好，我等，我是饭桶，啊？你是笨蛋。我是饭。拄啊，迄个情形就是讲，伊食着迄便当毋甘迄个，搁放喺冰箱诶，加几来工了后，搁摕出来食，所以食一个腹肚疼。咱第一句小句讲，即款情形叫做掠低头白心肝，迄第一句。第二句叫做低头毋顾本机。因两个应该会相无啦吼，但是黑白腰无紧。来，感觉即个情形是第一句来，请举手。牙低头背心肝就小可自残的感觉吧。自残。我学袂晓的，啊，食一个超生的便当，毋是小可自我虐待，迄种感觉，虐待。自我虐待，你拄仔讲自残啦吼。低头毋顾本机，举手。对你两个好两个。我无啥听无听有啦。你无，你听无啥？你解释互我听啦。解释我。你讲的我搁解释互你听，就是讲低头，哎，迄边来解释啦。低头母啊。毋是低头，迄个好，老师你讲啦，对。提讲。你嘛会去啊？吼。咱举低头吼，光是讲遐有杂草，咱举低头甲清清嘞。所以举低头一个清理的动作，所以咱举低头白心肝就是咩啦？清心，意思是讲一寡代志拢甲解决等煞，啊结果无啥物工去挂入的，所以自由自在安尼啦，迄叫较清心啦。啊，举低头白心肝是清心，啊若低头毋顾本机，另外一句讲话是讲迄落低头毋顾鸭母卵。这为咱中原的普渡风俗来讲起啦，迄叫孝歌。中原普渡时阵，咱会摆出个物件来祭拜这个好兄弟啊，迄叫孝歌。即摆拢用来讲，即个人作歌，即讲哦，你孝歌。啊，因为中原普渡物件是会当唱的哦，迄叫唱歌。所以有时话拜，因为低头甲鸭母卵，什么人价值较悬？鸭母。低头啦。低头上贵啊。无，咱讲低头的时阵，你毋通安尼记。哎，你是低头。低头一定比鸭母卵较贵的啊。系啊。当然哦。我当作是低头的。剃头，剃一个头衫，你个烟头，所以变咧咧祭拜过程当中吼，咧大人惊去低头去互摸去，因为当唱啊，所以叫囡仔去顾，结果囡仔顾算吼，家母现在讲，有啦，我阿两我有顾，结果低头去互摸去啊，所以变做重要代志无顾，啊算无钱买药啊，有钱买观察，这是真奇怪的代志啦。所以若讲规个咱讲起来是讲吼，伊伤欠钱，无顾着家己的健康，所以这条答案应该是。低头唔顾本机，厉害。陈老师，你拄仔讲着唱歌，大家知影啦吼，迄是一个民俗活动嘛。孝歌要安怎写？咱的友好是大人，即摆友好这好兄弟啊，因为作者咱的好兄弟，咱是往生的长辈啊，所以嘛是这个孝。啊，歌是这个歌字嘛，是毋是？对，孤魂野鬼哦。所以今天学着两字啦吼，你这个孝歌错，其实这个意思吼，孝歌，啊个拄则解释吼，来，甲你拍一波来，谢谢。吟诗作文真趣味，今仔日真麻烦啦吼，这首应该是咧囡仔较早咧耍咧佚佗啊，以啊拜拜咧，大家咧唱位啊，哎，吴先生，麻烦，请你先，我来，你来，绕来去绕圆轮。你卖，讲什么话啊？会唱话对唔对？哈，讲甲哩哩啰啰啦，我来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来请。说来说去说一年，大家占以来，咱哪会着？你拄会用读接，即摆变读接。你来。你学讲啊？你袂晓当人个亲，亲爱亲对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好，班长你唱啥？你较搞你来。啊，说来说去生医恋，大家占意来找亲，占哪会着顾本身？坐着椅啊，骹手轻。占哪袂着退出阵？
唔通烧正输唔啉，嗯，洗来洗去生依恋，占着椅啊，大家占椅抢斗阵，抢斗紧，跟我差不多嘛。跟差不多，有影。差不多。老师，真的哦。啊，讲迄个说吼，来，问题拢伊又过来讲咱台语无字，这里清朝的小说吼，生世行言内底就一段字吼，走出巷口又射转来，迄个就是说，你看这里折嘛，什么叫折？折，折安尼甲折回来，对，并甲扣转来，啊是靠什么咧甲射转来？靠卡，对，靠卡甲射转来，所以这个射，所以咱讲的射牙齿，射鸡，射鸡对，啊另外吼有的是因口话上讲咱咧算射玲珑。咱是画山画水画玲珑，啊，咱是讲射玲珑，安尼是用这个说，哦，所以这里是说，另外迄个吹吼，咱普通是这两字会混唔对去吼，这里是走，这里是走，吹，哦，走吹，来走吹咱的吹理想，啊，另外这个当走。找钱，像这一包，这物件90，我摕一包你爱找10块互我，这个找，啊，这是吹，吹头路的吹，吹头路，嘿，对，搞，好，安尼差不多啦。另外就是讲迄个班长吼，你有注意到，伊个亲、心、亲拢是音的音，对，所以你第一个袂当读练，要读啥？咱讲拍车恁，哦，踅来踅去踅伊恁，大家占伊来找亲，占若会着顾本身，坐伫椅仔骹手紧，占若袂着退出阵，唔通烧正输唔认，踅来踅去踅伊恁，大家占伊抢斗紧，拍破哎！感谢老师，多谢。来，同我请起来，做伙哦。啊，恁两个尽量就好啦吼，尽量啦吼，好，来7、2、3、4。踅来踅去踅伊恁，大家占伊来找亲，占若会着顾本身，坐着椅仔骹手轻，占若袂着退出阵，唔通烧这日子，踅来踅去踅伊恁，大家占伊抢斗紧。虽然两个拢无出声，但是嘛算圆满啦吼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后会继续欣赏为山为水为恁路。我今日真正足欢喜来参加鹏哥的台语节目，我今日都有学到足多物件，我感觉台语是真正是足趣味的语言。不过我感觉我台语无啥好，所以爱加强咯。大家好，我是正港的台湾华人，今日我学台语，我头壳真巧，我后盖来学较侪台语。